自私的福气哪存乎一样？要论到咱的心，要论到咱的土地，主要让咱的心灵得到饱足，以互咱的生命一直更新，是无停止的。咱要举手来敬拜伊，伊要将这个福气伫咱的中间，咱要来献上感谢，献上娱乐。主的恩典亲像春雨要降落伫咱每一人的心内，温暖咱的心内。咱做用华语来吟一首来娱乐，主是福如春雨。你是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喜给你。你是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
谢主，请坐。无人比你较疼我。当咱有孤单，咱嘛有寂寞的时阵，咱嘛有受迫害、痛苦的时阵，主要安慰你，主要为咱来提示，主要为咱来拍开出路，赢过撒旦的引诱甲试探。咱做来用这首，无人比你较疼我。伫这世间，无人比你较疼我。主，当我心满孤单，你来照找我，为我做光，忍受痛苦大磨，你愿用温柔来陪伴我，你愿牵着你我，我只有孤单，让我为你献出我的生命。我要让你就光，就出我感谢，因是我你永无这世间，我比你较疼我主，当我寂寞孤单，你来找我，为我做光，忍受痛苦大磨，你永远温柔来陪伴我，你愿牵着你我，我只有孤单，让我为你献出我的生命。我要让你就光，就出我感谢，因是我努力永无错。世间无人比你较疼我，主我大，你来找我，为我做我，忍受痛苦大磨，你永远用温柔来陪伴我，你愿牵着你我，我要怎样感受，当我为你献出我的生命。我要让你就光，就出我感谢，因是我努力永无错。你愿牵着你我，我只有孤单，让我为你献出我的生命。我要让你就光，就出我感谢，因是我努力永无错。你愿牵着你我，我要怎样孤单，让我为你献出我的生命。我要让你就光，就出我感谢，因是我努力永无错。因是我努力永无错，因是我努力永无错。我的心切切羡慕耶和华上帝，亲像落力羡慕溪水一样。因为只有耶和华，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你，我要来敬拜你。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咱的快乐，是咱的帮助。我的心灵，
咱的心灵独当要来降服伊，伫伊面前宝座前。我的心切切仰慕你，亲像露天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紧无来敬拜你。我的心切切仰慕你，亲像露天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紧无来敬拜你。心灵都要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紧无来敬拜你。我的心切切仰慕你，我的心切切仰慕你，亲像我紧无。我来感动咱，信心感动咱，咱的心所动就来敬拜伊，咱的心要来合乐伊，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灵都要降服你。我心所爱，我紧无来敬拜你。我的心切切紧无你，亲像露天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紧无。来感动你，完全是来感动你，单单的来做奉教化上帝，完全是感动你，咱的心灵动作，咱的服侍，咱的大家是面前来敬拜伊，来顺伊。我紧无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灵都要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紧无来敬。
甲主讲，只有你是我心所爱。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中来敬拜你。主耶和华上帝，阮的心切切仰慕你，亲像鹿直直地走，喙焦爱饮溪水。因为只有你是我心所爱，阮感谢你。伫你是你用仁爱来扶持帮助阮。有时我嘛有失志，我嘛有祷告不安的时阵，阮的心心着仰望你，来求救你，你就出手帮助阮，安慰阮。因为阮知你是阮的盾牌，阮的溃烂，阮感谢学到你无煞。当阮将今仔日的敬拜，透过上恩弟兄，以开拓主你的信息，来养持阮，互咱心灵得到帮助，得到提醒，得到警醒，得到安慰。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服侍顶面，阮的甘心乐意服侍，阮恳求主你让欢喜来感动，我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下面是咱讲道的时间吼，咱做伙来看咱的内野车的迄个讲道吼的部分吼，咱为着教会，为着咱个人本身的咱的性命的改变，甲信心吼，甲为着咱兄弟姊妹同工，以及咱的青年儿童因的品格，嘛为着教会的捐款，甲咱关怀遮个较软正的咱的兄弟姊妹甲一寡有病痛的，嘛为着咱伫前几工伫即个台中发生的即个气爆为着遮个过身也是受伤的。为着因的家属即个上帝来怜悯因因的医治甲恢复拢为着因的即个需要来祈祷，咱开始开声来祈祷。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知影即个世间济济意外，济济困难，济济不足。济济出，互咱无法度意料的代志，主啊，求你帮助阮，即个信心甲气力来面对明仔载，互阮伫即个世间伫徛起的时，阮不是知影你的话是无改变，互阮用你的话，用你的智慧来面对。济济的困难甲挑战，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享受阮平安甲祝福的上帝。阮伫遮要来甲罗桥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来组织伫遮为着需要的，为着教会，为着遮的意外的遮的需要，因的即个需要来祈祷。由上帝的手来恢复、来改变、来安慰遮个亲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要来念启应文吼，伫启应文伫33篇吼，就是诗篇139篇。我来启，大家来念。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
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真远你嘛看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跳棍，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还袂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目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你讲我才会当得听你。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过一天，你伫遐；我若落勇敢，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丢黑暗，甲我扛起来。叫暗嘛，互我查验。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算会了，嘛袂当参透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下面咱要邀请圣歌队来献诗。
消息报告吼，阮主日吴牧师是负责伫即个主日学啦吼。咱的台语、华语的礼拜是对由即个咱神学生蔡尚恩吼来主理讲道吼，愿上帝灵来祝福大道吼嘛，咱做伙来明捌主的道讲传福音。第二点，下主日2月23号是伫主日礼拜内底吼，咱要来召开即个咱的本年度的好会，嘛请咱有会籍的咱的兄弟姊妹伫咱下一周吼，咱会当来出席参加吼。若是有代志，若是无方便啦吼，嘛是会当先甲咱的小组长甲咱的长职来请假一下吼。互因知影，因为吼，咱召开即个咱的好会吼，需要人数啦吼，人数的即个有够野，较会当来开会啦吼。另外小组嘛是咱会当照常来进行，嘛请兄弟来支持。另外就是讲伫11点吼，即个华语堂甲即个台语堂吼，咱是。迄周咱是联合崇拜啦吼，联合礼拜做伙吼，所以嘛请兄弟吼，大家来关心来注意吼。咱第3点，3月初2是妇女的即个主日，迄天吼应该就是讲用拢是咱姊妹吼，甲同工做伙来做咱教会济的。礼拜的程序，甲即个献诗、服侍等的工作啦吼，请兄弟甲咱的同工做伙来支持吼，并且来代祷吼，为迄天因的服侍来代祷。第4点吼，今年的即个第一季，咱社区的即个音乐班吼，要定伫即个3月初1吼，即个拜六。下早啊10点到11点半，咱有即个6堂课，6堂课即个应该毋是拢连续啦吼，所以请大家安尼爱注意一下吼。嘛邀请咱若是厝内有即个中班以上吼，即个幼稚园中班以上，也是讲咱有厝边隔壁有即个。到小6啦，然后小6的即个囡仔吼，拢会当欢迎因来参加。即个满20个人吼，咱就是有算讲报名杂志啦吼。费用是1000块但是咱全勤的退500块啦吼。算真优惠啊吼。请若有需要，后面你更加了解，当来看。咱的公报栏吼，下面咱要来看咱的即个金句本周的金句。新的改变法律，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这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我要念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伫即个启示录2章第1节到第5节。亲像我，你着写批互伊互所有教会的天使讲，正像他7粒星。伫即支金灯台的中间，行的迄位
安尼讲，我知你的所做，你安怎会劳苦甲吞忍，我知你袂容忍歹人，你嘛捌考验遐个自称是世道的其实毋是的人，看出因是白贼的。你有吞忍，捌为着我的命忍受艰苦，拢无野善。毋过有一项代志，我要甲你责备，就是已经放肆你当初的疼心，所以着会记得对倒位对落，着悔改，做你当初所做的工课。若无，我会去你遐，将你的顶戴对原位刷开。我予你一条新的诫命，恁着相听，照我听恁安尼，恁嘛着相听。恁若相听，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下面要邀请咱的小朋友吼，这个宝庆小朋友。我赐给你每一条新生命，那是叫你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相爱。35，你们如有彼此相爱，心重仁慈，必就让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要邀请牧师来为着这个咱的上恩吼，让上恩来为着小朋友甲年轻人都可以来一起来。来，助理的老师有伫遮嘛起来，来，甲青年人。来，就是带一下小朋友。青少年甲遮囡仔吼，拢是教会上重要的保障吼。我们未来的希望哦，有因照未来啊。教会若是讲一代一代，可能会感觉讲，教会的人会老人愈来愈侪，所以咱需要有愈较侪的青年，愈较侪的囡仔伫遮来支持吼。因拢是未来希望。咱看顶头我看一个新闻，讲搁差不多18年了后，人数会变台湾即马2300万嘛，会变做1800万。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危险的一个警讯啦。所以希望未来愈来愈侪人伫遮会愈来愈侪少年人、青年人、囡仔拢会当伫遮来帮忙教会嘛袂当讲一直看到老的面孔一直伫台仔顶嘛需要有青年人，有需要有遮囡仔会当徛起来。即马因等下要落去，咱先来替因做一个祈祷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很感谢你能够让大桥教会有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也有很多的青年人，他们愿意留下来服侍，看到他们每次敬拜团等等的都热心的帮忙侍奉。虽然说他们大部分都点无咧讲话，不过因其实是心内非常温柔嘛，非常好的。
主啊，等一下他们要下去，请你带领他们的心，温柔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聆听主日学老师的教导，能够学习如何去爱人，如何去彼此相爱，如何去尊敬、去爱他们的爸妈，去听他们爸妈，去听这些老师的话，学习跟同学之间彼此温柔的相对待，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学习跟人的相处有一个好的模范，在外面也可以让别人看到他们是很友善的一群，很纯真，但是又很温柔、肯接待人的一群。主要也请你是圣灵与这些主日学老师同在，让他们在教导上能够尽力的完成主你说要告诉他们的，如何去遵守你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去爱这些青年人，去爱这些小朋友，而这些小朋友也可以从中学到了要如何去爱其他的人。你家祈祷是奉主要说的名求，阿门。好，是他是。下面咱要来邀请这个尚恩来甲咱分享。伊今仔日的主题是找回起初的疼心。嘿，姊妹平安。今日要来带大家看圣经中内面一个初代教会搁来比较追求咱即马教会的状况这是所以这题目是超出起头的疼心。即马要请大家先隔壁的兄弟姊妹请节安，讲节平安。到最后，咱阁会阁做一遍这个动作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咱的神学是讲上帝国要临在这世间，所以咱爱建立教会，爱传福音，所以爱问一下，到底什么是教会？伫第一遍世界大战的时阵，迄时的人比即卖的人更加找无方向，人的内心是充满空虚的。所以对自我是无法度确定，因迫切要追求一个答案，因需要有上帝。只是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潘若华，伊就提醒，教会是为着人才来存在的，安尼才是教会。因为咱人拢需要互相帮助，互相来勉励，彼此来提醒。教会就是要做伙来传福音，要照顾颂扬的人，要做上帝的工，这才是教会存在意义。若是咱无时常更新自己甲上帝的关系，嘛无互相提醒爱彼此关怀、彼此宽勉、互相相听，会发生啥物代志？咱来想看觅。即马全世界的状况你会发现，生活愈好的国家。甚至伫基督教起头的欧洲信仰渐渐咧衰微啊。教会变做咖啡厅、餐厅，甚至歌厅的愈来愈侪。即时的德国甲英国有真侪教会拢互人拍卖，变做人的厝，也是变做徛家。即场是英国一间真有名的教会伊变做啥物？变做酒吧。啊，有的教会90%拢说互别人做咖啡厅，就剩10%咧做礼拜。兄弟姊妹，为虾米基督教伫知识甲物质愈丰富的国家，所衰微甲愈紧？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我10几年前摕到博士入去大学教册吼，迄时我看到一代一代、一年一年青少年的变化。10几年前，我嘛是一个20几岁的青年人嘛。我迄时有创一个，互大学生毕业大学生的团体吼，有超过30间教会的青年来参与，大部分拢是大学也是研究所的毕业生，差不多拢是拄要开始出社会的人。我有发现一个状况，因无法度稳定伫教会聚会，足奇怪，为虾米因无法度？虽然哦，因足济自细汉拢是伫教会大汉呢，毋过因出社会了后，进入即个物质的世界，因会去面对啥物？面对百种的引诱，但是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啥物？你爱想看觅，足济人会开始去选择物质追求的即方面，所以因的心灵阁愈较空虚。现今的状况就是安尼，人应该将信仰吼，甲即个世界物质观做伙来比较，这代表啥物意思？就是人的选择愈来愈多，信仰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尔。所以比亲像我来举一个例哦，亲像我今日应该爱来做礼拜嘛，对无？毋过哦，我伫网络顶悬认捌一个叫阿花，伊足水的，佮找我约会哦。哎呀，我已经约伊几啊遍啊，伊即摆拜日讲要找我，我要去无？好啊，上帝啊，我甲你请一个假吼，后礼拜我一定会来做礼拜，有可能无？有可能啊。结果咧，后礼拜咧，隔壁迄个志明找我去唱歌啦。我就足爱唱歌的啊，我足爱唱歌的人伊阁是我自细汉的朋友呢，我要去无？好啦，上帝，歹势，阁互我请一遍。阁过一个礼拜，工厂的主管敲电话甲我讲，最近唱来较无用的，拜日要来加班无？你嘛加减趁啊，对无？好啦，上帝，歹势我去加班趁钱啊咱会当选择去团契来做礼拜，来聚会，咱嘛会当选择啥物？去趁钱啊，还是去约会、去佚佗啊？有诶无诶？所以即马即个物质的世界愈来愈丰富，咱已经有迄个选袂了的活动，一定有算袂了的选择哦。兄弟姊妹，我阁问一遍，请问啥物是教会？初代信徒因借着爱餐，彼此分享，提供有需要的人疼心甲关怀，慢慢教会就是安尼产生啊。两边的世界大战了后，人的心充满惊吓甲不安，因找无生活的意义，明仔载会活哩，阁毋知啊。所以因的内心足空虚的，因需要教会来温暖人的内心。信仰的意义就是愈来愈重要。今仔日的状况其实愈复杂，咱会当用上简单的讲法，咱来想看觅，物质的欲望是不是太过丰富？物质的欲望是不是愈来愈多啊？网络已经变做生活中的一部分，每一项随时咧手机摕出来，平板啊、电脑啊、电视拍开，啥物你要看啥物拢有嘛，对无？所以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日去你的大脑内面，只有停伫上浅层的部分，因为你拢无吸收，拢无思想，拢无消化，所以变成啥物？其实足侪人有一个现象是医学上足明显的，2000年到即马，你去查一下，已经有忧郁症的比例已经有多30%啊，30%以上啊。2000年到即马无偌久的比例，为虾米加遐济真侪人需要食神经科的药啊，因为大脑内面足侪物件拢藏伫足浅层的所在嘛，因无法度去消化，所以需要食神经科的药啊。有的是歹困，需要食爱困药啊。而且忧郁症阁有一个现象是啥物？是愈来愈多的少年人、青年人得到，比年纪咧下降。其实即马人愈需要去教会，当然教会嘛需要有专业的同工来做伙甲专业人士来做伙
合作。比较即马现今教会要面对的问题，亲像拄则讲啥物，物质伤过丰富嘛，人有伤济的选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是足好的典范，也有真济上帝的恩典，就是以弗所这间教会。咱来看以弗所这间教会，伊是物质、甲生活、甲精神拢足丰富的教会，毋过因毋是迷失在物质的欲望中，因是足热心的一间教会哦。以弗所是啥物？是亚细亚的第一大城，商业的中心，有上大的海港。伫遐有足出名的雅典米女神庙，这间庙佫是世界7大奇观哦。使徒行传19章有描写到以弗所的一个状况，伊有一个足大的罗马剧场，咱拢知影。有钱有闲才会去看剧场嘛，对无？有上大的罗马剧场，伫《使徒行传》19章24节到最后是讲啥物？讲到一个叫一个银匠迪米丢，迄时伊就找一寡迄个人都是靠什么？靠庙在生活的人起来甲保罗抗议啊，讲即摆庙内足侪人拢走过去啊，本来伫雅典米女神庙还是其他的神庙嘛。拢走保罗底下办迄报德会足侪人拢走去啊！发生暴动啦，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我拢无人要买银饰品啊，无法度过生活啊。所以你就知影迄时的状况。这是剧场嘛？剧场下面有一条足大的路，接到图书馆这图书馆可是世界第3大的图书馆这是剧场的路。过来后面这条路会当走去图书馆是上大的图书馆所以以弗所当时是一个真热闹、物质真丰富、知识水平也足悬的一间教会，特别是有足侪有钱的人，所以大家对以弗所的印象应该是圣经有讲到嘛，讲啥物？讲保罗有2年3个月伫遐。要互全亚细亚的人拢听见福音，这应该大家都有印象的。所以其实，但是以弗所的特别，只是安尼，伊真正是圣经中受到足侪恩典的教会。以弗所的意思是啥物？伊的意思是互人欣赏互人满意。所以伊只是有钱去支持保罗做传福音的工课伊也是一间足长会修的教会什么是足长会修的教会？根据调查，对主后52年，一直到14世纪这间教会拢存在。你看，有教会会当存在遮尔久兄弟姊妹，圣经对以弗所这间教会的提醒，其实就是对咱足好的提醒。咱来看圣经安怎描写这间教会这间教会的起头是亚居拉甲百居拉嘛这对翁仔某，因伫哥林多拄着保罗，因就做伙同工。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就要转去耶路撒冷嘛，伊中间就先到以弗所，伊就留落来看报德会，报德会了后，就甲这个初信的遮的信徒就甲亚居拉、百居拉这对翁仔某囥伫遮，来接续来迄个建立教会。过来，伊家己就赶转去耶路撒冷啊。过来后面来的人是亚波罗亚波罗拄好对埃及的亚历山大来到遮传福音，毋过伊迄当时只有知影旧约尔，毋知影耶稣基督救赎。所以亚居拉、百居拉伊即对翁仔某就甲伊教导讲耶稣的救赎，这互伊传福音更较有能力。伊的家境嘛，互以弗所教会的根基愈较稳在。后面保罗伫耶路撒冷互人掠去做工嘛，这大家拢知影。伊伫教会内面做少年以弗所的人，伊就写批互因。即张批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全书后面保罗互人讲，伊是无做，互人放出来。后续保罗第3遍的宣教的旅行就是去以弗所2年跟3个月，专精神牧养这间教会，甚至后续佫叫伊的学生提摩太嘛来这间教会伊
一直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吼，互尼禄毁灭了，耶稣上爱的核心，倒一个？靠在耶稣肩上的倒一个？约翰嘛。耶稣上爱的核心约翰嘛，伊嘛带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去以弗所。兄弟姊妹，安尼算起来，新约内面已经有啥物？有7个人来到以弗所牧养啊。咱会当看出规本圣经，无一个所在比以弗所受到更较济的关爱。后面使徒约翰和罗马的皇帝安怎？和罗马的皇帝放到巴摩岛去嘛。耶稣伫启示录内面吼，有对约翰讲到这7间教会，7间教会拢有无共款的特性。对以弗所是放伫第1间。也讲甲足好诶，伊啥物？头拄读圣经，伊讲伊肯定以弗所教会所做工，所以讲我知影你诶所行，我知影你诶条磨吞论，等等等等。后边佫讲，你捌为着我诶名忍受无野心，但是伊接下来嘛甲以弗所做一个提醒，伊接下来提醒啥物？若是我有要责备你诶。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疼。啥物是起头的疼？这听起来好像是疼啥物啊？好亲像毋是足好了解吼。大多数的中文版的圣经只有写起初的爱心啦。若是英文版哦，只有写2个字 first love。毋过有一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哦，咱会当翻做新生活版哦。是我较喜欢的版本哦，因为这个版本哦，显起来是足详细。这本清楚写明啥物 ？You don't love me or each other as you did at first。原来起头的疼，就是 love God and each other， 疼上帝也彼此相疼。所以这个疼就是耶稣不断的教导的代志啊。第一是啥物？疼上帝。第二咧。疼厝边，亲像你家己。兄弟姊妹，若是掀开耶利米书2章2节，会当看到你少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伫旷野陪捌种植的地，你就对我拢记得。上帝其实一直记得人的疼，毋过咱人哦，时常会袂记得上帝。人就是安尼啊，人性就是这样啊。亲像吼，翁仔某啊，新婚的时阵哦，足甜蜜嘛，对无？拢会想到对方啊。毋过大家应该听过一句话叫啥物？7年之痒，对无？迄句话是啥物？我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大家听好清楚哦。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这好亲像千古难题，亲像鸡生蛋，蛋生鸡，到底倒一个新共款哦。毋过哦，我看脱口秀有看到一个太太哦，伊讲出一个我感觉真好的答案嘛。当然，讲互大家好算讲互大家听一下哦。有一个太太伊参加脱口秀哦，伊讲出一个答案。伊讲啥物？伊讲男女之间当然有纯友谊啊，最纯洁的友谊就是夫妻。为什么？结婚越久越纯洁，这什么意思？纯到2个人哦，看不盖一件棉被聊天哦，也都没有半点邪念。纯到你晚上哦都不会多看你一点啊。纯到你想都无情哦，伊心中也是平静无波澜啊。我唔知是不是真正安尼啦，我无结婚哦。毋过夫妻哦，可能结婚愈久哦。起初的疼，就好亲像已经渐渐啊消无啊，就好像失去了。同款的道理啊，咱初信的时嘛同款啊，咱受洗的时，咱的心内是啥物？充满热心、火热啊，充满对上主的疼。毋过久哦，发生啥物代志？做礼拜就变做坐礼拜。做礼拜是啥物？你认真去投入嘛，啊，坐礼拜啊。我坐伫遐放空啊，对无？坐
知影迄差别吧？变做应付啊，所以咱会想一下，是毋是安尼？所以敲找起头的疼是真正足重要的，就是 love God and each other， 疼上帝也彼此相疼。这就是耶稣伫约翰福音的教导。我用新的改变给恁，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你，你也着安尼相疼。你若相疼，众人就对安尼知影你是我的学生啊。兄弟姊妹，这两节经文足水足好诶。其实这两节经文对我也有足大的影响。我的人生有两个足辛苦的7冬哦，除了开启心，前6冬哦青梅，到第7年你就看见，了6冬的官司哦，到第7年才完全结束。迄阵哦，讲实在话足闹气的。我的女朋友陪着我哦，做一个足有钱的人的小三，互我弄破了哦。这有钱的人就开真侪钱哦来攻击我，佮请足有名的律师的团队哦来挖黑哦。迄阵哦，我大部分的朋友哦，惊甲走了了啊。甚至我只好离开哦，我家己用足侪时间佮金钱创立的一个发展无人机的社团哦。我之前嘛有组织吼一个真大的团契，结果后面哦，我所选来吼接我的团契会长哦，一个我上信任的朋友，一个伫教会来足好的青年哦，嘛四界去笑我哦、骂我，佮打我的新闻哦。所以我迄阵哦，我的心是真正哦，真正是死去啊。所以后面我来到台南新学院考试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来读啊？你知影新学院的老师大部分拢毋是博士吗？要安怎对你哦？个人问甲足现实的，你知影牧师的社礼是偌济吗？我拢无回应这个问题哦，我只有甲因讲哦，因为起初的爱心不见了，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人，我毋知影要安怎来疼人，我想要甲伊找回来。亲爱兄弟姊妹，莫袂记一起头的疼，这就是咱爱时常爱定心来思考、互相勉励的重要的功课。我也相信，伊有所有人拢有听落去耶稣的话，所以教会一直存在到14世纪遮尔久。比如讲哦，你若是去看教会历史哦，到第5世纪的大公会议哦，也是伫伊有所召开的上重要一个会议是决定啥物？是尼希米信用个别伫遐产生的正式宣誓，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就是伫迄边的大公会议，所以伊有所教会会当讲是一个真正听落去启示录的启示，启示录的劝勉，会当讲伊有所教会是一间吼教会的标志模范，是一间标杆教会哦。咱来看一首歌，这首歌应该大部分的人拢做熟个，陈奕迅的《10年》吼。唔知大家有听过无？应该拢有吧。会当讲，这首是陈奕迅呢上有名的代表作啦。这首歌是香港的迄个林夕作词，台湾的音乐人哦陈小霞作曲的。伫遮哦，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感觉歌词跟歌曲旋律哦，倒一个较重要？歌词甲乐曲哦，倒一个较重要？其实。这个问题无一定有正确的答案，毋过咱若是掀开圣经，大部分较古早所创作的信息，拢是先有歌词，才开始作曲、做旋律、谱曲吼。因为歌词的意义很深，比旋律更加重要。但是当然啦，即马大部分的歌词哦，拢是先有旋律，再来个填词入去吼。10年这首歌也是共款。进前哦，陈小霞写歌拢是安怎？拢是伊家己先谱曲，佮交互别人哦来填词入去哦。这头无共，是林夕写好，摕互陈小霞。陈小霞看到了，足感动的。伊只有用2个暗示，就是谱好这首歌10年吼。但是这首歌足特别的，为虾米？开启先第一句话哦，迄2个字哦，
大家都找无答案嘛，大家都找无答案啊。伫遮你爱看一下，这是林夕哦。林夕有一遍伫 podcast 的广播节目哦，伊就讲出迄两个字的答案。伫进前哦，为什么会安尼讲？因为伫网络顶悬，足侪人咧问，甚至有人投票、哦，应该是倒两个字。你感觉倒两个字？第一个第一关的是分手分手，第二关的是再见。所以你若来看歌词哦，就是安尼。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那两个字当然是再见啊、别离啊、很感伤啊，对不？结果最后林夕伫广播顶悬，伊讲出答案，大家拢跌破眼镜，惊一个。为什么？你绝对约袂到。伊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是真实的。伊讲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伊做暗的时阵载着一个做特别的人客，伊回头看着，这个人客是我分手10冬的女朋友。毋过伊毋敢加看，我想10年嘛有一寡变化，伊想讲女朋友袂看出伊了。结果咧，伊个女朋友突然哦就改地点嘛，要去另外一个所在较远，伊就开车载伊。女朋友就伫车顶哦开始咧讲电话，这电话足长哦，咧讲甲朋友开讲啊，咧讲啊埋怨这10年来的种种的辛酸甲辛苦。后面到位啊，伊回头要提醒伊的前女友哦，就看到伊这个查某囡仔哦，泪流满面哦，目屎滴甲规面哦。这个查某囡仔就问伊：我已经将我这10年拢讲了啊，你为什么拢无要回我一句话？所以伊就讲出两个字哦，颤抖的说出2个字：你好。无人约会到是你好这2个字哦。为什么？因为这个你好是啥物？是代表足简单的一个答案，毋过是代表足无情、足很无情的一个答案。为什么？因为现实真正就是安尼啊。咱来看最后面的歌词是啥物？那是彼此吼，你拢无关系啊。看到这个当客气，这个当笑笑点一个头，这个当客气讲啥物？你好。这句是最有礼貌的一句话，很有礼貌的一句话，但是就是隔开隔开这2个人的距离，对不？你好，就是隔开人的距离。兄弟姊妹，为什么咱爱时常提醒、追求起头的听？因为信仰就是安尼啊，袂当隔开你甲上帝的关系，袂当隔开你甲其他的兄弟姊妹的关系。其实这真正足无简单的。起初你认捌这个信仰，好亲像你甲上帝单恋爱，你的内心是充满喜乐、充满羡慕、充满感动、充满热情。但是久啊咧，就好亲像开始亚线啊，看到兄弟姊妹的时候，迄热情已经过去啊，已经消落去啊，甚至读圣经也是祈祷共款，愈来愈少会当互你感动到的所在。旧约圣经时常用婚姻甲爱情来表达咱对上帝的爱。到伫新约时代，耶稣教导是安怎？咱爱彼此相听。伫初代教会产生，保罗嘛教导爱互相宽免，袂当停止聚会。但是久啊，亲像头拄仔讲的哦，有的人就开始会较晚教吼，也是向上帝请假。久啊，其实你看到人，也是看到上帝变做啥物关系？变做朋友，变做啥物朋友？做客气的朋友。兄弟姊妹，咱甲上帝关系袂当讲只是客气，袂当讲只是客客气气哦，充满距离感，充满距离感哦。哎呦，上帝哦，我知影你足无用的哦，你去找别人，你去找别人，我顾好我家己啦，你莫来找我。这什么意思？就是你甲上帝讲你好，我过我的日子，
上帝你过你的。这两个字其实足危险的，兄弟姊妹，咱伫聚会时阵嘛要注意，咱见面吼，拢会彼此请安嘛，千万袂当将平安这两个字变做头拄仔讲的你好。要应该来安怎做？来，咱现场的人哦，请你找隔壁的一个人，看伊的目睭，甲伊四目相对吼，讲平安。四目相对，莫歹势啦，安尼哦。兄弟姊妹，其实咱的信仰哦，最单纯的哦，主就是疼哦。但是咱嘛爱清楚哦。电影内面哦，演甲轰轰烈烈的爱情哦，嘛袂当一直烧啊，迄火嘛无可能一直烧啊，对无？所以你只有去追求起初的疼，起初的热情，才有法度。爱时常哦更新你自己，一直甲上帝、甲耶稣建立新的关系哦，才会当保持你信仰的火热，保持你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所以，毋是只有嘴讲讲的尔哦。我甲上帝做马子啊！我平常拢有咧祈祷啊，真实的听，毋是安尼，是爱有真正的行为，要行动吼，爱真实去做，才会当展现出来。咱要做的就是去追求起头的听，就是互人知影，咱是耶稣的学生，要安怎做？讲足简单，就是一句话：信入去，搁活出来。耶稣教导的两个原则就是安尼。第一是啥物？第一就是听上帝，第二是听厝边，亲像你家己。听上帝就是信入去吼，毋只是相信吼，只是相信就等于只是你知影有耶稣这个人哦，是要信入去，信入去你的心的内底。亲像大多数的人拢知影耶稣这两个字，知影伊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毋是，咱真正信入去。才会当变做伊的门徒。第二是听人，听人就是听厝边，亲像家己，就是活出来。基督徒应该有的模样，你活出来，就是彼此相听。咱三阿教来祈祷，主，感谢你伫阮生命中的引带，求你原谅阮的无完全。主啊，你教导阮爱互相接纳。互相帮衬，爱互相宽勉，爱彼此相听。做传福音的人，爱做照顾送乡人的人，爱做上帝你的工。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好好学习这个听的功课，互我对上基本的开始，就是尊重，就是接纳，就是理解彼此的无共款。对对方的身躯顶。学习到主你美好的作为，来听对方，来尊重对方。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三听的功课，重新一遍，搁追求起头的听，对兄弟姊妹的听。这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感谢迄个送恩的分享吼，并且即个，互咱会当更较知影讲，要安怎来敲找咱的起初的疼心。咱只是要来唱回应的圣诗，是伫新圣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这题。
日宣告的祈祷文。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有手术甲收回主权，伊是我唯一对伊所有的回礼，用道路甲应的心，奉献伫伊面前，由此通过我逐摆甲心动伊的奉献，操练我的卫生，违背我的信仰。我相信，奉献实在是丰收的经济。我相信，奉献是世人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高度。由此按照伊的信息甲灵力赐予我，我受你的教诲，连教你的百姓，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要来吟今仔日新圣诗400首，愿主的听，甲你同在。遮济，咱请起立吼，咱迄个邀请迄个咱的圣恩来为咱祝祷。愿主的光照恁，带领恁头前的路，怜悯恁，保守恁，陪伴恁，引带恁，也赐予恁疼的心，通互相彼此相款待。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疼叹、圣神的相通，甲教会每一个人三个直地。阿门。这个线。